开始。好，咱直播开始哈。继续1644年10月29内底一篇写因彼得本带敢若是300个兵啊400个兵去过人啊，咱即摆是看到因去到即个圣罗斯湾吼，就是苏俄，然后以后咱会看会到因个行军吼，转来到台南遮吼，咱再继续看。咱即摆看到9月23，咱对9月23开始读起吼。9月22、9月23。9月22是讲因去拍即个，我煞袂记是倒位个原住民啊吼，就是因去到，我记是敢若到宜兰还是有啊？宜兰还是苏澳啊？宜兰迄款，柑仔兰吼，啊，结果遐原住民吼，对因无介尊重吼，诚轻视、诚蔑视吼，所以因就出兵去讲，好。9月23，但是无介顺利啦，我记是无介顺利吼。因的士兵颠倒去用杀死吼。9月23，咱继续看。早起好天，搁去放好毁坏所剩落厝甲昨昏所留来所在，烧差不多约2-3点钟，然后离开遐，搁经由迄条两边有草莽甲长芦草诶，即个画溪路转来。3不5时发射规划了步枪吼，上述的原住民想要搁再来攻击阮的护卫部队，但是被规划步枪射击了后，就拢逃走入去即个草莽内底。无搁再造成阮的任何伤害，但是迄2个尸体头、手甲骹吼，拢伫昨昏被斩掉，伫昨暝去互斩掉吼。尸体上还阁有几个伤痕，啉遮水。要活中昼的时阵，转来到阮昨昏午后无偌久休困的迄个所在。感谢上帝，互阮会当得到胜利，对遐甲迄3-4个昨昏受伤的人送去，一个社叫做小马斗马社吼，互因伫遐听候阮转来，阮阁继续前进，对遐先经由上述迄条河流的一条较水足深的支流，继续沿着几位较大的土地往上游来前进，到了上游尽头正远，迄嘛是一条完全歹行的路，爱经过即个软的即个土白高地，甲即个几条小溪，还阁有布满非常赖的即个应该是干网啊吼，即个断离去的土地吼。即个湿地吼，沼泽地啦吼，沼泽地，我来看一下沼泽这2字，台语要哪念？泽是读做德吼，温德的德。沼呢？沼要安怎读呢？沼读做叫吼叫，你一边就是叫，啊，这就是第二声叫吼。弯的水池吼，弯滑的水池啊，毋是弯滑的水池鱼池吼，就是饲鱼的所在吼，应该是饲鱼的所在吼，叫做叫，所以读做沼泽吼。空珠杯啦吼，直接读迄个
就是交叠吼。当然，台语是应该无人安尼讲啦，交叠堆吼。我看啊，台语大词典有。安怎讲呢？用交叠做规则去测吼，就是规则内底有交叠即字个吼。新竹桃园地方的交叠，杂草中自生的稻叫做鬼仔稻。哦，我伊个专讲讲这新竹桃园所在，结果我捌听过鬼仔稻啦吼，家己发的啦吼。家己发的稻叫做鬼仔稻吼，但是即只有一个交叠，我看一下日文版。鬼仔稻伫倒位呢？遮吼，新即句，加即个桃园之后の沼地の，伊毋是写交叠吼，写沼地造词吼，那个华语写来读交地吼。沼地の雑草中に自生する犬。伫雑草中に伫杂草中家己发的即个稻啊，叫做鬼仔稻，但是是无交叠啦，是交地吼。沼地，无即个交叠就对啦吼。但是即个姓王爱吼，真汉字吼，你只要写即个汉字交叠，伊个后壁个用白话音、白话字个甲飘音出来，叫做读做交叠吼。好，咱就读交叠啦吼。为什么我无直接去查看有即个词无？交叠汉字，交叠无。好，等咱转来第二只啦吼。迄嘛是一条完全歹行的路吼，就是到上游真条正外迄条路歹行吼，经过烂土无地。规条小溪，阁有布满非常内的即个干网的长入去的土地吼，沼泽地含其他未开发的路，本来吼，你啥，就歹行的吼，根本无路通行吼，是无开发的吼。我较早有时会去爬山吼，当时细粒山、浅山啦，我毋敢去爬悬山。浅山有时甲己热吼。想要找路落来，结果吼乌白行，迄路足歹行，无路。其实你若无早迄个开山道是足歹开路的吼。本来拍算讲，即工就要去基里班社，要用对付叫啥？我煞袂记即个啥苏啥物社？苏恰，伊个哦，沙哈社吼。要用对付沙哈社迄种方法来攻击该社吼，基里班社吼，袂记讲即个轻视荷兰人，即几个社是三个嘛吼？三个两个，就是其中一个沙哈社，即个基里班社吼，甲因踢笑，用转即个拍即个骹后颠吼，拍骹后颠来甲因侮辱安尼吼，讲本来。拍算一工，就要去用对付基里班社即种方式，要去对付即个沙哈社来攻击该社。但是因为即条歹行的路吼，互阮时间无够用，而且佫落雨，约伫个日头落去了，进前的2点钟，阮来到上水迄条巴里莫河
河北边的小溪。即条小溪呢，深到阮无法度行过去。毋过因为该小溪有一个所在真滑迄个淡水人含金宝里人，就用迄个漂伫咧水顶、水上的几支即个长的插头经一板桥阮就对顶头行过去。直到日头落去了后，才阁行到日头落去了后，才拢行过迄座桥，然后沿着海岸行往塔咧北岸社。该社距离上述的迄个家己打扮社约2里，距离海岸约2个大炮的社亭，含海岸中间有一条好的河流。阮伫咧毋知啥物叫好的河流，阮伫咧上半暝来到该河流边，伫遐过暝，发现讲遐个人相当愿意帮善人，而且真善良。这是9月23，过来是9月24所以台湾人真愿意帮善人，真善良400年前都有名声9月24早起，指挥官对遐的居民听讲，上述的卡基达班社是一个小村社不过是80户尔。因此呢，指挥官认为讲无必要劳动全军去啊，只干那派100个勇敢的步枪手甲由中尉Thomas Pedal 含 Ricky Wills 以及一个将旗官含3个中士带领去攻击因，毁坏该社。代志办好了后，就爱转来即个海边啊，伫遐会合其余的部队。然后同齐转去阮第一次宿营的所在，方派士兵出发前往卡基达班社以后，约2点钟，指挥官就出发，带领所剩下的部队离开上述即个塔咧比安社，前往海边啊。伫咧出发的时阵，有8个伫咧加马兰湾北边的村社酋长来指挥官遮，表明因愿意顺服。归属公司，并且坚定来承诺，坚定来答应讲上述各项要求，因拢愿意完全遵行。而且一旦作物收割甲做庆过了后，就会随甲年贡送到归人去。行了1点钟后，派去攻击家己大班社的部队也来海边啊，因去。办完事就随来咯。即个海边啊，阁有一个驻卡地啦，我看嘛是啥物？去攻击地拉是安尼写吼，去攻击家己大班社100人军队对塔咧北岸社出发以后，约3点钟就已经完成，将家己大班社130间厝，毋是讲80间吗？变130间厝，全部烧成做平地，并且又阁已经来到海边啊攻击该社，烧毁坏130间厝，这应该是倒位写毋对吼？应该是头前是80间，这只130间，上紧嘛要1点钟以上吼。若是记载无错误，安尼家己大班社应该距离海边啊无讲介远，应该伫1点钟左右的路程吼。算或者嘛，你注意个无合理的所在啦吼。3年欢迎驻卡地拉，地拉吼好。讲因转来海边啊吼，因去办完事就随转来，迄个军官报告讲。上述家己大班社比阮所听讲的还阁较大吼，发现讲超过130间厝吼，所以毋是80间，130间。
该写的厝内底嘛已经堆满册，吼，册到即个，我阁袂记即个书要安怎读啊吼，番薯玉蜀黍即个书，水渣。水吼，水甲水吼，拢会使。第二声、第三声，树嘛会使啦吼。看嘛，写大水、番水吼，咱就读水啦吼。水啊，水啊吼，放伫头前变调，读做水。龟啊对，要安怎读咧？压前变调我是较袂晓。马读做马啊，若是。第二声要怎大前变调，我真正袂晓呢。好，一下想袂起来。叫是第二声，前变调读做鸟啊，所以水读做水啊，吼。我爱安尼用即个类推的方式啦，吼，类推啦，吼。或者是类吹吼，我才有法度通想会起来讲，这前变调要怎变吼。该写的厝内底嘛已经堆满册甲水啊吼，迄寡厝呢全部拢放好烧正做便地，五方拢无人受伤，就安尼，这两个春夏将会吼记牢阮即撮出征吼。永生难忘啦吼，阮即个甲因拍甲安尼吼，而且呢会相当的悲伤吼，就是你毋袂放袂记吼，而且是互恁甲恁拍甲恁相当的悲伤吼，目屎飞袂离吼，继续前进，搁再度来到迄条巴里莫溪吼。即条河流有两个河口注入去海里，这两个河口相距离约是一个大炮的射程吼。阮对遐做居民的小船，经过小摩达马社吼，也坐小船渡过格里湾溪，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地名啦、溪名啥、社名拢无注脚，我拢读过尔，我嘛毋知伫倒位。即寡坐船的时间真长吼，要暗仔来到巴里西瑙社吼，阮第一道宿营的所在。即位官随派迄寡监督西那人的水手，该动迄寡西那人去圣罗伦斯湾吼。去即个苏湾啊吼，炸一只猪肉，就是炸猪肉甲即个60罐的阿拉克酒来分互士兵。即寡物件过当日就炸来分咯吼，算派因去摕，结果第二过当工就转来吼，一只猪甲即个60罐酒吼，好。到搁来即连续4工写做一段吼，到个25、26、27、28、4工吼。那你记晓了，咱来看卖，这是你写啥？讲是暑时的好天吼，暑时的好天，阮伫咧上述即个春社吼，巴里新老社吼，伫因宿营即个所在，静静停留4工，用来听候几个啊。厝较远的即个村社酋长，因答应要来指挥官家，嘛开始征收
即个社巴黎新老社的贡献，吼，就是小做干收钱啊，吼，干收即个税金。当做来交纳的有下列的村社，就是巴黎新老社、小马达马社、达拉贝安社、基诺达社，吼，马波老社、他早晚社，吼。但是因为是第一道来征收的米，相信拢每一户拢无交足即个数量，吼。伊相信讲每一户拢无6到9个啦，吼。合计收到空白毋知几稻米，甲一寡落坡。即寡米当中，吼，分几稻互迄寡已经食完家己的胖甲士兵的甲米的士兵甲其他人吼，剩下的米抑阁有400稻吼，下令装入去留我可好，就是遮船吼。伫这4天当中，这4天大部分时间拢咧落雨，有30个村社酋长来指挥官车，因拢愿意甲其他的村社共款顺服归属公司，并且承诺要完全遵行上述的各项要求。嘛，要老老实实去归人缴纳年贡，安尼来指挥官遐表明愿意归属公司的村社，总共有30个。即寡村社以及酋长的名称分别如下吼。过来就是这30个村社甲即个酋长的名吼。好啦，我得甲念过吼，乌白念吼，因为拢是拼音嘛吼。荷兰文拼音，头前是酋长，后壁是社名吼，社名我就会讲啥物社，头前就是人名。好，开始。波代马达维斯、巴黎新老社、巴拉散、小马达马社、塔拉毛、基诺杜社、拉巴伊。马波老社的拉比哦，哎呦，这什么意思啊？够拉比哦，应该是啊，这那鬼字给写哈，拉比哦，马巴老社，拉比他早晚社，拉比马达晚社哈，伊这都是用这3个村社的拉比啦哈，拉比哈。共名呢，还是啥物一千我都毋知吼。好，继续读咧。沙巴岛是达那波朗社，顶后叫做巴拉圭安社吼，湾后第一个达朗干社，多拉巴彦社，巴扫第2个达朗干社。湾后大摩达马社，多克加乔马社，班诺巴刀干社，索巴岛巴刀拜亚社，加罗瓦马蒂巴丹社，加罗瓦。班脑兰社，哦，这个共名。阿邦、马波老社、古老、达社、阿邦、多贝社、多克、巴波隆社、阿邦、西纳赞社、丁奥、西里敏社、加罗边、三兰社。顶后，达拉丁干社、波代、马罗德诺社、阿邦、拜利社、波代、西纳罗赞社、包埃拉斯、达雷波安社、波代、马巴信社。还阁剩14个村社是伫咧海员或者是内陆的，因为酋长无来阮遮，因托示讲
还阁当你无用收割甲做庆吼。不过透过因的邻舍吼，因厝隔壁社的院长特别转告指挥官讲，因已经准备好，愿意和因的邻舍吼共款来顺服归属公司，并且缴纳年度的贡税，并且承诺要遵行和其他的村社遵行的所有共款的代志。这个真正敢若是看了王家英的啥吼，讲这个荷兰时代啦吼，慢慢说啦吼，因为这是公司吼要趁钱的这个组织吼，来台湾吼，会当甲你抽的就要甲你抽吼。好，9月29早起，指挥官调集伊的议员开会，讨论讲是毋是一切拢已经按照长官所予因的指令办好啊？好，调集议员开会啦吼。对此详细考虑是毋是伫即个地区，抑阁有需要用武力或者是其他的方法来处理的代志吼。所以因指挥官，佮因伫即个部队内底佮有议员吼，或者是拢已经讲咧详细考虑是毋是伫个地区抑阁需要武力或者是其他方法来处理的代志，或者是拢已经处理完毕，会当离开啊吼。即个代志经过议会考虑了后，一致认为讲该指令的每一个项目拢已经尽力遵办执行了，因此决定讲今仔日就要带领军队离开此地落船，以便去开始阮搁再来的任务。所以，就根据即个决定，随出发前往圣罗伦斯湾吼，因要去即个苏俄遐，约咧伫咧中岛来到迄寡快艇甲船只遐吼。歹势吼，我开一下地图的，我实在是对宜兰较无遐熟。看一下苏澳湾伫倒，我记得敢若是伫一个足东边的所在，算台湾上北。无，台湾上东北角遐是敢若是迄个三条峡。我电脑吼慢到我即马拖鸟车也拖袂行。我已经下单要买一只新电脑吼，后个再寄来吼，所以故意甲啉来一撮，正个吼过年后。可能爱月中啦，月中才收会到即只电脑。因为我买只即马新号吼，可能较欠号，所以无法度随摕着。宜兰上东北角即个有影就是三条角嘛，我看若是三条角，即只叫啥物所在？对，三条角叫一个灯塔吼。宜兰即个所在南平遮，一个扑出来遮吼，南苏澳嘛吼，苏澳应该是苏澳啦吼，圣罗伦斯应该是苏澳湾吼，算伫咧宜兰的上南边吼，活山伫咧山骹遮吼，过来就是转山啦吼，所以过来就是足好行啊，歹行吼，苏澳吼，我毋知是苏澳还是南澳，应该是苏澳啦，我记得苏澳吼，毋是南澳吼。看即个 Google 地形图足明显的，迄山迄个真歹行吼。好，咱继续转来伫市遮。
讲因开会决定安怎，今仔日特别带领军队离开此地，落船去，以便去开始阮搁带来任务。所以根据这个决定，随出发前往圣罗伦斯湾，约落伫中昼来到迄寡快艇甲船只遐，指挥官随下令，准备明仔载出发，转去归人，因要吞归人啊，并且要派 Simon Cornelis 坐迄只篷船，叫做 Brock 号，先带几啊金包里人去三条湾，所以因要去先去三条角遐，去探听迄遐的原住民是毋是已经去归人遐支付要对阮所交纳的3波的贡献，若是无，就要拍算要经过即个三条线先煞去甲因攻打就对了，先煞算一下小就对了，教起来互因较乖咧讲起来是悲哀啦三条线。好，9月30，早起带领即个舰队航离上述海湾圣罗伦斯湾，就是苏俄湾，趁着东方航王归人，要暗下来到三条的湾夹遮，伫遐看见 Simon Cornelis 坐着迄只篷船 Brock 号，伊来向指挥官报告讲，昨暗派迄寡金包里人冲过即个影，冲影去到即个三条遐去岐山，去探听迄寡原住民是毋是已经去归人缴纳上述迄寡贡献。若是已经去缴纳，就爱点好做记号；若是还未去缴纳，还未去垃圾，因就要对陆路转去归人，因为无缴纳，因就要转去归人。好，因为伊后壁写，因为迄个强烈的影互因无法度去对陆地去转来去船顶迄寡金包里人呢，就去岐山了后，和迄寡三条线的人交谈了后，随点几百啊好安尼就知影讲，迄寡贡献已经缴纳咯。因此，阮就努力航往北边的湾夹所以无要去拍三条线嘛为着要航往归人，但是风开始透较伤强烈，而且落真侪雨落真大雨真急的雨，是惊险万分的天气好啦，三条人已经立3波啊10月初犹原是恶劣的天气早起航行到迄个上突出的湾夹顶头，约落伫这应该上突出的湾夹，就是三条湾嘛三条角遐嘛。我讲即嘛有灯塔全台湾本岛上东北的即角位啊，就是伫三条你若看地图是安尼来，我过来看一下台湾岛本岛上东边上东边咱们即个所在就是三条。我忽然间想起讲你若是是那即个是那军的即个司令啦叫你讲台湾，你会对讲你会对攻打台湾你认为讲有法度拍落来自古以来拢攻打台湾拢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对归人，一个就是对南部遮南部是倒位我嘛毋知啦可能是打到遮一般是这两个选择可能我即嘛所在是日本时代迄当阵因就是安尼咧看就是讲美国人若要登陆台湾，要拍台湾就是这2位
好，咱继续看吼。所以，譬如讲日本人因来台湾的时候，因就是对北平这只龟人这只起山的吼，那我若无记毋对啦吼，是伫龟人遮吼。好，咱倒来一只。10月初1，游玩是恶劣的天气。哦，因9点10分啊，12分啊。游玩是恶劣的天气，早起航拄迄个上突出的弯夹顶面，我拄则讲起日本人，讲起日本人来攻打台湾吼。当然，地成讲是对即个台南吼，对大家知吼。过来迄个个啥，我一时也袂记吼，清国派来要攻打即个地成讲个，我煞家己名袂记。伫鹿港遐足侪死啦吼，死亡吼，伊无真正来攻打啦，因为迄是即个地成讲因咧行孙仔，家己出航去啊吼，出去导航啊吼，所以因就是对边哦。过来是啥？过来是法国人要攻打台湾的时候，因当然拍2位吼，一位是龟人，一个是淡水吼。淡水是拍败龟人，因有占龟人，但是淡水拍败，淡水登陆无成功吼，就是攻淡水是失败。好，过来就是啥？过来国民党啊吼。国民党因毋是来拍啦吼，因直接船，迄是美国船直接甲因载对即个龟人遮起山吼，这就无顺算吼。过来就是即马阿强啊要拍，你各位伫想看卖伊拍倒位吼？当然即马含我拄则讲的时代，佫完全无共啊吼，武器啦吼，空中的武器、飞弹啥拢含古早拢无共啊吼。想法可能佫无共伊啊吼，但是譬如讲，因定定拢会一寡迄小艇吼，饲的，对淡水遐起山无一寡迄孤一个人咧讲啥物，伊要来啥物，无你有一堆就对啦，一个人坐一只小艇安尼吼，迄个破艇坐就来淡水试探吼。啊是讲进前讲伫咧台中即个港口遐，因有迄个因的船伫遐停伫遐停足久啊吼。好啦，互各位有理解一下吼。发生的时阵都较袂遐惊吓吼，因为进前即个演习无公布即个演习遮尔大场吼，办啊遮大场吼，即你看要演习无公布，含要甲你攻打无甲你公布是差不多意思啊吼。所以当时要拍来吼。伊是袂甲你讲的，要演习过甲你讲一声吼，无要甲你讲，就拍过来吼，是随时会发生吼。10月初1，游玩是恶劣的天气，早起航拄迄个上突出的弯夹顶面呢，所以约落伫中昼带领全舰队来到龟人港内吼，转来到龟人啦吼，只有Simon Cornelius所坐的迄只胖船巴拉号也未来吼。该船因为强风无法度驶过迄个上突出的弯夹吼，龟人的主管甲阮讲，迄寡三条蛇人对伫因顶一厝的犯错，而处罚因的迄个3倍贡色已经接受，并且以现款支付400里尔吼。通常的银币、银币啦吼，什么意思？叫做通常的银币吼？会倒注脚看嘛，第8。如此计算，第8啥咧写？如此计算，就安尼该社每一年贡献的物价超过130里尔的银币。顶面即个荷兰人甲你讲过，原住民教师一个月4里尔，吼，薪水一个月4里尔，就会当生活甲真富裕。所以会当知影讲，对迄当阵的原住民，即个贡献金额
是无轻省的负担吼，是真重的数吼，132厘吼，一个人薪水4厘吼，伊这是几倍啊？30倍吼，30倍的这个一个人的薪水，所以30个人的薪水扣我来吼。好，咱转来日志第八。因支付400厘是因为是3倍嘛吼，啊，所以一年是免到400吼，100外就讲到130嘛吼。而且佫将会伫2-3工内用米甲落坡来缴纳今年的贡税，安尼即次所得到的人民会当免受到处罚吼。唉，可怜吼，真正是可怜。10月初2，指挥官阁下遵照长官阁下命令，将归人的驻军增加做50个人。迄寡任期届满，会当甲因解职，派别人来读因的课吼，并且甲村内针甲迄寡军中所需要的物品来装入去迄只小船，分发予士兵坐上该船，以便航往淡水。此外，阁下令快艇 Briskin 号甲 Herring 号吼，爱开始装涂炭。Leeward 号甲 Kiewit 号爱开始装石头。若是装好势，就爱出航前往台湾。10月初3，早起天光的时阵，上述迄只小船遵照张所下的迄个命令，出航前往淡水。我来无看到讲要出航前往淡水，我敢若看到讲要载即寡涂炭甲石头去台湾吼。可能是因先到淡水，再去台湾吼。伫即个中间，收到对陆路所送来的 Simon Cornelius 一张批，伊伫个批里写讲，昨日吼，应该是昨日，大约的昨日是前天了吼。昨日因为拄着东北环风吼，可能是季风嘛吼，所以被吹入去三条湾。因对三条湾出发，即嘛佫吹转去三条湾吼，无法度来到迄个湾夹顶头。伫遐遭遇了强风错流，甲即个海涌吼，诚大即个海涌，地告丧失了桅杆甲船篷，因此现在完全无法度航行了吼。请求来派一只篷船去帮助伊，因为迄寡篷船为着要航往淡水，拢已经驶出港外。歹势吼，驶出港外，因此指挥官派人发炮1-2响。并且伫迄个灵宝挥动一面旗啊，等吼。歹势咧，迄寡篷船为着要航往淡水，拢已经驶出港外，因此，指挥官就派人发炮1-2响，并且伫迄个灵宝来挥动一面旗啊吼。因为即个信号，篷船 Utrecht 号就驶转来吼，驶转来，船顶的士兵，等下，什么？
船顶的士兵被命令对该船落来。明仔载要对陆路潜龙淡水，而迄只篷船爱尽量较近航王 Simon Cornelis 遐，并且炸着批，炸着书面的命令去予上司的 Simon Cornelis， 命令伊如果若无希望伫无明显浪费时间的情形之下，甲迄只篷船修理好，并且再带来遮都爱甲该船顶头物件、重要物件拢甲摕落来，转装到迄只篷船Utrecht号顶头，甲迄只船的船体甲伊扑落歹，甲伊沉落去海底讲算有救无救，就船就互沉啦伊要带领迄个人员，伊的人员尽量较紧航来处地航来过人，或者是航往淡水就是安尼甲命令啦命令迄个 Simon Cornelis 计照安尼做。今仔日指挥官阁下含伊的议员开会，处理以前伫咧处地发生的一寡小的犯罪案，较特别的是关系着助理 Jacob Alerts 甲Van Masek 的案件。伊几若摆以放荡恶劣的态度，冤屈，并且拒绝公司的接手万夫职守冤屈，我就直接安尼念反抗并且轻视蒋奇官蒋奇官算即个所在的主管结果无你甲信到以及其他恶劣的行为，因此伫台湾长官阁下判断以前，将要暂时取消伊的位阶甲薪水。此外呢，为着要避免其他的意外发生，下令讲，阮伫咧淡水居留的期间，爱甲淡水的助理 Dirk Winnets 所派来过人遮工作，所有的详情拢记载伫咧有关的证明书甲一个小铺里这是10月初3的代志。10月初4早起上尉叫做 Borderwins 带领一队士兵经由陆路前往淡水。今仔日三条社的人为着要缴纳今年的贡献，早132担水陆坡甲30稻米来，即寡物件也拢装去哩Leeward号咯为什么三条社的人？这是今年的贡献进前是13包，是另外10月初5早起，指挥官互迄寡快艇的主管甲驻军下达所需要的一切命令了后，伊阁下就算抄近路行即个军路啦对河流落来，前往淡水。伫咧阴暗入暝就是阴暗以前天黑以前啦，应该是天黑进前到淡水，规工落雨，天气恶劣。到淡水以后，知影讲载着针作战用的即个火药，含其他军队需用品的迄只小船，以及迄寡对水路含陆路来的士兵，拢已经到位啊。为什么即寡部队会遮紧就到伊明明就行军路啊但是好，嘛知影讲 Simon Cornelis 含迄只篷船 Brock 号顶头的士兵，拢已经坐即只 Utrecht 号就是去甲伊救的即只号，即只船平安抵达该处。该处是倒位啊？迄只个 Brock 号嘛，因为已经无法度修理而且已经老旧啊，无做价值啊，所以就甲沉咧水啊
庞存底门河，搁再一处项王归人去载运所剩落来士兵，所以因规个即个军队拢对归人游到淡水去啊，搁来10月6号、7号、8号、9号4天，大部分时间拢是落雨又搁恶劣的天气，所以这几天因应该是无行动了这几天，指挥官阁下认为对此地驻军有必要的一切，拢已经下达适当的命令，甲驻军增做80个人，任期届满任期已经届满，就甲因解职。毋过当中有一寡其他代志，也阁会当解职。也有一个是伫个此地南方约落一江路程的即个村社，叫做巴拉科佐社。巴拉克佐社的酋长来此地见指挥官，要求互因会当归属阮，接受因的顺服。为了表示顺服，因嘛当做早通常的讲说来，因此呢接受并且允准了因的请求。就安尼伫淡水，就是即个安托尼奥城堡附近情况已经开始好起来。毋过阮注意着讲，因之所以顺服，是因为惊阮的武器罪过出伫好心善意大家是啥物人毋惊啦？所有顺服的嘛是拢惊恁的武器尔。今日就知好，这4天无啥物行动好，过来10月10号，我看嘛时间剩2分钟了。10月10号甲读了我看卖啊。看一下笔记三年我那写袂少笔记，我看卖咱来看一下三年做的笔记。教育我知影为虾米伊一开始讲起教育，我笔记荷兰时代的福尔摩沙修订新版，Formosa Under the Dutch 我记得这本是敢是甘伟林写的字你若有兴趣，通去看三条角灯塔地址3年甲写出来有兴趣再家己去看好，公元1935年昭和，这是日本时代日本人起的灯塔完工，上早灯气是3灯煤油，就是迄个核油啦我记得较早人讲核油煤油。核油白热灯，1942年改装做3顶的灯色的透镜电灯，就接电的1929年到1931年，日本船舶即船舶安尼读到袂晓叫日本的船叫做抚顺马路抚顺湾甲华南湾这两只船先后。伫个即个三条角附近的海峡遐遭遇海难沉没所以台湾总统府因此伫个此地筹建即个灯塔。二战的时阵遭受缅军的战机轰炸，大歹去1946年修复运作，所以即嘛这是战后再个定起的啦即嘛即个灯塔。公映大映公映无切转来读本，什么意思我毋知意思。大理大书店台语译本翻风，就是方向改变季风，咱之前讲过啊，变成季风，逆风而行季风第项适宜的近义对头风拄风对面风这拢会使。白话历史历史读卡就是读卡，就我拄则讲读即个课补缺啦就是譬如讲某米人离职退休啥物，就一个课伫遐嘛读即个课叫做读卡。这是讲台语的人应该会晓讲的毋是讲介困难的事，但是你若袂晓讲台语，就袂晓安尼讲读即个卡，读即个课
譬如讲跋牌啊，若欠一骹吼，啊，叫你来读一骹安尼吼，有时啊安尼啦吼，你若咧跋筊咧跋麻将欠一骹诶安尼讲，好，学起来了吼，若袂晓就做你甲学起来。时间到吼，已经超过，所以咱10号都无爱读啊吼，啊明仔载再搁继续读。安尼感谢各位，我感谢迄个珊妮甲咱做笔记吼，互咱大家拢会当学着物件。感谢各位，嘛今仔感谢各位来参与吼。林胜雷亚即个年Nielsen 吼，欢迎个个 MJ 吼，真欢迎各位嘛。真欢迎咱明仔载同齐吼，继续来读即个咱野社日志。到遮咱就归班，感谢各位。